去年因为霸凌行底路的北分宿舍外公务员，这阵劳动部是颁发3等的劳动奖章给伊，感谢伊伫咧疫情期间的付出。美国罗西亚外交代表将会谈达成4项共识，包含建立沟通管道，促成赶紧停战停战。2年前，日本一个查甫人伫咧造势活动攻击迄当阵的首相岸田文雄，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判伊10年有期徒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仔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劳动部核定，去年北分署因为去防霸凌行底路的涉外公务员，是要颁发3等的劳动奖章给伊，感谢伊伫咧疫情期间的付出。同时，这劳动部嘛宣布要伫咧这案发当中，针对霸凌防治专门设一篇。柯清伊迄边嘛推出相关的修法草案。去年11月，劳动部律法署北分署发生工作场所欺负案件，造成4名公务员来自杀。劳动部长洪胜汉19主动宣布，会对颁3等劳动专员的奖章，予4名公务员，表彰伊在死前工作真骨力，而且责任感强。这个公营也真做劳动部史上头一个人。希望能够表彰他在生前对于我们机关的资通安全的专业那包括贡献那其中他的攻击其实很清楚，在疫情期间他其实统筹的就是像北分署的异地的办公那确保机关的运作这个因公抚恤的申请，也获得了铨叙部的审议的通过。公开表彰3等劳动奖章，洪胜汉部长讲会拜会伊的父母，对颁专业奖章甲证书。部长也表达4名公务员家属希望讲伊的努力应更加互社会理解肯定，希望工作场所欺负防治做甲更加好。劳动部也伫同一时间宣布，会伫执案法内底设立工作场所欺负防治专章。治安法里面要设一个职场霸凌防治的专章，目前在讨论当中。预告之后，3月底或4月初送到我们法规讨论，然后送行政院，然后希望在这个会期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做审议。欺负专章适用的对象以劳工为主，公务员相关法规将以原由考请伊来办理。对于公务员遭无欺负事件，考请伊保护费建议修正《公务人员保障法》、甲《公务人员安全甲卫生防护办法》相关修法草案，有加伫下会期送立法院审议。可是，在公务人员保障法里面，从来都没有存在这种外部的机制来去做监督，或者是开放让这个在单位底下工作的这些员工有这个机会来去做申诉，往往最后就会走比较偏门，比如说什么局长信箱啊。坦白讲，公保法欠缺外部监督机制，建议予公务员直接适用执案法。民团也呼吁开放公务员组织工会，协助公务员提起救济。记者综合报道。麦当劳真正是有员工去互主管性侵行地路过身，这阵麦当劳是宣布讲会设安心委员会，互员工透过内部 App 对当通报。另外，伫咧工作环境嘛增加监视器，同时嘛会请性别平等的团体加强主管的性别意识。今日麦当劳若点餐的监视器全面升级，就连内部各个所在也增加真侪监视器，减少这安全的死角。另外，每一个员工都有专属的 APP 申诉的管道，会使对工作场所不法侵害中，搁再点选申诉了的处理。这边是新增加会使直接市职场安心委员会，成员有外部专家、员工代表、总裁、人资甲法务主管。麦当劳讲，事件结了后，委外性别专业团体协助培训人资团队，强化各级主管性别意识。如果今天要去升任主管的时候呢，包含所谓的一些道德训练啊，或者所谓的背景调查呢，其实企业必须要更严谨。好，尤其是包含了可能过去在中所谓的一些性犯罪啊，好，或者是可能会有骚扰的经验当中，他就可能比较不适任，甚至可能公司要有一些比较更严格的，例如说所谓的人资控管的流程。另外，麦当劳也公布，董事长李长林写予员工一张批，讲到只有坦诚面对人伫工作场所安全制度的规划甲推行，需要专业公正第三方单位协助，才可能开始彻底改变。加害人的这个辅导跟行为人的改善，其实都应该要放到企业的员工协助方案里面来做一定的思考。各县市的劳动局他们也有相关一些咨询的一些管道，这些都可以去询问，然后了解自己的一些法律权益。也可以跟妇女团体来做咨询。民间团体是提起讲，万一妇女伫工作场所拄到性骚扰，也是性侵害事件，那当事人唔敢出面申诉，也应甲同事也是亲戚朋友讲，请伊写落来了后报警申诉。那拄到主管讲话也是文字来性骚扰，要有勇气以明显文字来拒绝，避免这日后申诉无都成立，来确保自身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食食的安全问题，有一地民众5个人昨日是去台南一间餐厅食海产，不过这家公说是吐骨头，佮气味寒，怀疑讲家己是食食中毒。不过业者是认为讲这食食中毒无啥有可能是拖到隔工才发作，这卫生局是已经派人去查。这一晚尿尿卵看会出来要活的，有民众就帮问讲，因5个人17下晡去台南这间海产餐厅食蚵仔、甲梨仔等等的菜路。隔顿工，爸阿妈煞吐甲流，还有胃寒甲酸痛，那像是食物中毒。如果那天的食品有问题的话，基本上我们应该会接到其他人的投诉，甚至卫生局的通报。但是目前为止是没有收到任何讯息。业者认为讲，食物中毒一般袂到隔顿工才发作，强调讲拢有配合相关的规定，维持品质，袂摕因的名声来讲酸笑。台南卫生局接到通报，19嘛派人去现场稽查，查核作业环境及食材保存情形，如有缺失，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倘若复查不合格，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款。甲冰箱等等的设备开检查。卫生局强调讲，若确实会要求改善，若无会照是按法裁罚。不过这实在敢无问题。记者联络这个甲文章铺上网的民众，对方也无回应。卫生局也要进一步来厘清，因为最近诺如疫情还佫伫咧高峰，嘛有网友认为讲症状甲诺如真相像。诺如病毒主要是经由粪口传染，那接触到相关的呕吐物啊或者排泄物，那又没有经过足够的消毒洗手，从嘴巴里面再服用进去，而造成这个感染。医师表示，海产较会接触到污染的水液，确实有可能受到病毒的污染。嘛提醒业者甲民众，海产类的物件都要煮好烧，洗好清气，莫生食，才会当避免去喂到病毒。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外也有啥物重要的消息？咱做伙来看。头去先来看台南，今日下晡3点外，伫咧国道1号新营路段就把294.4公里，就一架9人座的箱仔车烧起来。这车顶5个人是台东县府的官员，5个人拢有平安落车，无人伤亡。刷落来看这代替吊车是又搁出问题，从半暝伫咧7堵站，哪像是核子源信号发唔到，造成列车甲分道弄歹去。加在无人受伤，车无歹去，嘛无影响到发车。代替是讲是依照规定，甲相关人员处罚。上尾来看，即阵若是要去日本的观众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在日本沿海又搁有寒流到地，是继续落大雪。东京、大阪这几天可能是干那0度尔。日本的气象厅就提醒讲，这礼拜落雪量可能是往年2-3倍，民众一定要注意防雪。预计都要到2、5后礼拜2才会回温。美国甲俄罗斯的外交代表暂时伫咧沙特阿拉伯会谈，双方达成4项共识，包含是要建立两国之间的沟通机制，修复两国关系。另外，嘛是要促成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赶紧结束，而且嘛会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不过，俄罗斯迄边嘛提出未退让的3点，包含反对北约扩张、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反对北约的军队进驻乌克兰。这双方暂时讲要4点钟，不过后续两国总统川普甲普京当时的见面时间也未确定。特别伫沙特阿拉伯首府里亚德的美俄会谈，是俄乌战争将近3年，美俄高层第一摆接触。会谈进行超过4点钟，会后达成4项共识，包含美俄当期建立参详机制，人民高层团队用持久延续，而且各方拢能接受的方式，赶紧结束乌克兰冲突。甲战争结束了后，美俄将对地缘政治争议题进行合作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强调，为结束战争，各方拢爱让步。In order to bring an end to any conflict, there has to be concessions made by all sides. 罗西亚是坚持伫北约扩张，乌克兰加入北约，甲北约部队部署乌克兰等3件事件顶悬绝对袂让步，也批评美国前拜登政府使人乌克兰加入北约，就是战争爆发的问题之一。крупнейших ошибок Байдена и е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и что, будь Трамп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он бы такого не допустил. 罗西亚10月回应，乌克兰有权加入欧盟，不过免加入北约，也强调若是有必要，总统普京愿意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
即马伫个土耳其访问的泽伦斯基18日表示，任何结束战争的谈判，拢应该达至乌克兰甲欧洲甚至是土耳其。泽伦斯基已经将原定访问3个行程延后到3月。美国总统川普18日伫非洲批评前总统拜登伫俄乌战争当中做真侪错误的决定，也对乌克兰甲欧洲国家一直有怨言、无受邀请谈判表示不满。佢认为因这3年来应该做的拢无做。Well, you've been there for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ended it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it. You could have made a deal. 包含欧洲国家领袖甲国际专家拢认为，这场第3个美俄谈判一开始就倾向落下。美方对于俄国做出伤过侪让步，普京也透过这场会谈测试美方的底线。法国总统马克龙19日一摆针对乌克兰战争开第2摆欧洲甲非欧洲国家会议，参详对策。国际新闻景焕庆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是派这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来掌管新创立的政府效率部。马斯克的话讲，伊是要查政府单位背后的乱象。马斯克伫咧 X 顶头刊文，讲在美国社保档案当中，竟然有369岁人也伫领社会保障金，根本就是诈欺。伊嘛讲，在美国上大的金库已经有50年无人查，这内底黄金若是有减嘛无人知。另外，马斯克阁讲要调纳税人的资料，要停止赞助监察中国的人权非政府组织，甚至阁裁员要封掉美国上大的援外组织。这寡行为是全部拢引起争议，甚至有14州的监察总长指控马斯克的团队是违法的。针对这寡反对的声音，美国白宫就赶紧出来拍火，强调讲这马斯克只是顾问，伊并无实际的权利。几夜摆的抗议民众伫德州奥斯汀举票议，抗议总统川普最近施政的表现，包括任命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带领效率部。高达效率部已经指示裁掉几千个联邦部门的职务。抗议民众讲，川普甲马斯克的做法明显违法。外界对马斯克甲政府效率部直接裁员甲取消联邦计划不满是愈来愈大。14个民主党执政州的总检察长下令法院禁止马斯克团队摕到联邦机构敏感的电脑资讯，甲原公司透露。不日个华府的法官18下令驳回这个禁令，理由是欠缺明确的证据甲理由。若川普哪像嘛有意识到外界因为不满效率部引起的纷扰，一方面同意马斯克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批评，而且停止这个署的外援计划；另外一方面嘛公告对经营太空事业的马斯克，政府会遵守利益回避的原则。So anything to do with possibly even space, we won't let Elon partake in that. 白宫嘛伫18日回讲，马斯克并不是效率部行政主管，无裁减政府机构甲员工的权利，做决策的也是各部会机构。President Trump is the ultimate decision maker for this entire administration. Elon Musk,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rks at the direction of President Trump. Elon Musk is a special government employee, as I have told you before. He serves as a senior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川普2.0的执政团队新创效率部，主要是要简化联邦政府的体制，省政府的成本。马斯克嘛甲经营企业的作风摕来管理联邦机构。因伊带因细汉后生出席白宫的会议，互外界是议论纷纷。BBC 引用美国传播学者的分析指出，这是马斯克的政治策略，目的是要互伊看得更加清澈，而且嘛是挑工要转移一寡事件的焦点。对川普的团队无一定是歹代志。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镜头换来看日本，日本有一个查甫人伫咧2年前伫造势活动攻击迄当阵的首相岸田文雄，造成2个人受伤。即阵地方法院一审是宣判讲伊有杀人的企图，该判10年的有期徒刑。25岁无工作的查甫人木村龙二，2023年4月，伫福冈山的札幌市渔港，对来参加扶桑活动的当时的首相岸田文雄这个人，以家己制作的爆炸物件，并且引起爆炸，造成警员甲民众总共2个人受伤。岸田文雄平安脫離，木村是當中互抓起。事後後，福岡山檢方依照殺人未遂、違反暴力部管制規定這5項罪名來起訴，求刑15年，19一審判刑10年。
审判过程中，被告木村深受杀人意图，正做攻防焦点。辩护律师主张，被告的目的是伫有名的人互军制造真大声音，吸引大众关心伊不满选举制度所引起的民事官司，并无杀人也是加害意图。所以讲主张杀人未遂无成立，应该以伤害罪来量刑。检方是强调，伊的做法是真歹恐怖攻击的行为。19一审宣判，和歌山地方法院审判长辅导会指讲，专家重现的实验结果认为爆炸物件有杀伤力，指出被告并知影讲，这引起爆炸可能造成岸田文雄甲周围其他人死亡，确实也是安尼做，认为具有杀人犯意，所以讲杀人未遂罪成立。审判长也指出，木村以现任首相为形象目标，造成社会真大不安，也严重妨害民主基础的选举制度，无应忽视，所以重判。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因为空气污染、能源设施不足、各地震下陷等等真侪问题，这生活品质是真歹。当地政府就当咧考虑是要甲这首都迁去南边挖近阿曼湾的所在。不过这项计划就要搁起真侪新的基础建设，难度是真悬。伊朗总统裴泽斯基第1月提出，甲首都迁离开德黑兰的想法。目前政府正在考虑挖南部阿曼湾和巴基斯坦边界的马克兰地区。政府讲，目前无选择，必须要甲政经中心迁到南方，但是无提出任何时间表。德黑兰是伊朗的第一大城市，都会区有1500多万的人口，嘛是伊朗对18世纪以来的首都。但是，这伫个内陆工业和车的废气较会积伫个内面，逐年都有严重的空气污染。另外，因为过度抽地下水，嘛造成地站凹落去的问题，连供电设备嘛袂用得啦。We have problems from our sky up, and as you said, the earth beneath us is also sinking. And right now, as I'm speaking to you, the power in my neighborhood is out. It has been out for an hour and a half. 这迁都的想法已经不是第一摆提出啦，甚至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都有人提出这个想法。不过，因为伊朗的路网、电网这资源的规划，同款是以德黑兰的都会区做核心，伊朗人是普遍认为迁都的难度实在伤大。I think it's funny because it's not possible to move it with all these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okay, if you move it somewhere else, we'll have the same problems. It's ridiculous. 政府当地考虑的马克兰地区虽然讲挖港口方便无益，但是开发度真正足低，离主要城市嘛较远，而且水电的供应拢无够。专家讲，若要自头来建设一座城市，更加需要长远规划，加上持续开大钱来投资，才有可能完成。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澳洲南部的塔斯马尼亚岛海堡，一群到157只乌鹅跨山，到今日早起是敢若剩90只左右啊咧。另外，一个西非的塞内加尔受这大人头掠屎，佮甲因北配做护身符，害这非洲狮强要动静。157只乌鹅集体靠搭伫澳洲的南部塔斯马尼亚岛一个真偏远的海沙堡，因伫海边，因为海洋一直靠过来，因嘛一直滚冷，已经冲来岸顶的，嘛是同款动作，一直伫海沙堡在滚冷。靠搭海岸是伫18下晡，互当地居民发现，野生动物保护官员和兽医接到消息了后，就赶紧过来抢救，而且推测一寡海岸可能已经靠搭要78点钟啊，到19个早起为止，敢若剩差不多90只活的，不过伫几点钟前。活的还有136只。It is our first large mass stranding of these animals in around 50 years. 塔斯马尼亚自然资源和环境部讲，因计划要把这个海底海岸送转去大海，只是离这300公里处，当地发生森林大火，路拢封冻掉，增加专用设备运送的困难。另外，现场团队会解剖已经死亡的海底海岸，要来了解因是安怎靠搭。手提正穿的森林保育人员当在巡逻西亚的保护区。西亚是西非塞内加尔的国徽，当地人认为讲西亚是福吉条的动物，有神秘的力量。嘛，因为安尼有真侪偷拿者。定来遮盗杀狮仔群，再甲因的皮剥落来做护身符仔去卖，造成遮的狮仔是伫要灭绝。根据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估计，伫西非成年狮仔的数量是无够250只。L'activité que nous rencontrons plus, c'est le braconnage. Donc, si nous prenons l'année dernière, à un seul mois, on avait appréhendé 10 braconniers et 7 armes. En un seul mois, dans le mois de mars de l'année dernière.
伫仓库内面拢是红木收的狮子皮、巴的皮含动物的头骨。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一细地狮子皮会当卖$3，差不多台票98块；一条狮子皮大卖要$80，差不多台票2600块。规张狮子皮爱$1900以上，超过台票6万。加上当地人民普遍认为讲，野生动物保护法是伤过量，有头6只走私狮子，而且被伊的器官轰掠到，敢若判1个月徒刑尔。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讲，目前西洋园区巡逻员是对20个增加到60个，但是除了这以外，更较重要的应该是教育人民了解狮子保育的重要性，才会当彻底改变因的态度。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来看比利时的警方是甲科学家合作，伫咧实验室做出人类遗体甲人骨的气味，用来训练警犬。毋望伫咧灾难的时阵，毋会当救人，嘛会当甲罹难者找出来，甚至伫咧有命案的时阵，嘛会当协助警方破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郊区，警方带手探犬骨头来进行一项训练，找到事先藏好的目标气味，马上出声通知。Bon, c'est un chien restes humains. Il a 9 ans et pour l'instant, il effectue une recherche après ce qu'on appelle le parfum de la mort. 比利时警方甲一个科学家合作，伫实验室提出遗体腐败或者是弄造一种气味，训练到更较有效定位目标，伫范围广大灾区事故现场特别有路用。C'est un peu comme un parfumeur qui développe son parfum. Il va mélanger différents arômes pour développer son parfum. Ici, c'est le même principe. On va mélanger différentes molécules ensemble qui sont caractéristiques d'un corps en décomposition et on les mélange ensemble pour avoir le 调配遗体气味已经毋是问题，即马研究目标进一步刷到已经害真久打起的人骨头的气味。研究人员将各种人骨的样本，包含一个箱仔内底发现身份不明查甫人的遗骨，放伫玻璃圆管内底，互伊的气味完全散发出来。C'est un stade qui est particulièrement compliqué à caractériser parce qu'il émet peu d'odeur. Et alors le but, c'est de sélectionner dans cette odeur des molécules qui vont être spécifiques à l'odeur d'ossement. 那遗体若甲伤厉害，冷造一消息，骨头散发的气味就会少真济。抑过对时间的变化，3年甲10年、20年的骨头气味会无同。骨头真济空白特性也会吸收附近环境、胃土到室外的气味。辨识提取特别困难，专家也在努力。这个狗需要1000点钟的训练，目前全国只有4只，也佫无法度辨识打起的骨头。警方表示，未来若因成功摕到骨头气味的样本，伫狗的帮助之下，可能进一步帮助真济长线的险案找到线索。公视新闻是会中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